故事。古早有一个贫惰的人，每日都想要快乐，规身躯不振动。大家紧来听故事。古早有一个贫惰的人，每日都想东想西，想到要无半项。这款的做人，实在真怪奇。生活有问题呀，怎样过日子？好花若开可香味，做好人一定可努力，来期待着快乐，才有合情理。大家希望好过日，唔通做着贫惰的人，应该着努力打拼，赚年轻去活动。做人实在真怪奇，生活有问题呀，怎样过日子？好花若开可香味，做好人一定可努力，来期待着快乐，才有合情理。大家希望好过日，唔通做着贫惰的人，应该着努力打拼，赚年轻去活动。